花莲有一个17岁学生囡仔骑微电车，底盘熊倒火，伊甲车停伫路边哦，警察看到赶紧去斗三工，嘛向附近的店家来借拍火器，甲火拍花，加载是无人着伤。为监视器的画面，会当看到一个学生骑奥多摆咧行的时阵，底盘已经规个倒火，对向的一台警察车看到了后，随势翻头甲砸落来。这个学生是惊一个甲车等伫路边。 我骑到这里刚好爆炸，我就过来这里，然后警察也刚好看到，我就丢车了。爆炸，就突然嘣一声，然后起火了。这个意外发生伫19下晡4点20分。这个姓柯的查甫学生今年17岁，伊骑微型电动车经过吉安乡中山路3段的时阵，向倒火。警方随甲附近的店头借3支打粉的灭火器，因为电池压是造成连锁的反应，要甲火拍花是真恶。同仁见状立即上前将该辆微电车拉至控光处。 并持灭火器控制火势，避免燃烧周遭车辆。后续消防队到场，顺利将火势完全扑灭。那微型电动车是安怎会倒火？警方也会调查。不过，捌改装电动车的人讲，真有可能是因为电池的问题，或者是改装造成的。电池的品质不良，没有经过国家的检验安全认证，它没有自我保护过载的功能。 或者是电池充电时电压过高，无自动断电功能所造成起火现象。加在这个事故无人员伤亡，火势伫1点钟了后完全拍花。消防局提醒，电动车导火拍火的方式应该采用二氧化碳灭火器，加上灭火的毯仔。若是会当伫30秒以内完成拍火，就会当压制电池连锁的反应。公视新闻花莲报道。